请用剪。2022台南品味周第2号盛大登场，这次的展览展出茶、酒、咖啡美食、汽车休闲、艺术珠宝等5大主题，希望载予民众一个采港看展的好所在。尤其这座大台南会展中心是全国目前上新、设备阁好、交通阁便利的会展中心，因此也请到真侪外地厂商来这设展，行销公司的产品。这一次的展览很新鲜，这个场地是非常先进，比我之前的那个在仁鲁那边的场还要先进。我希望我的咖啡能继续推广下去。我们首次来台南，以前就是在南港的南港展览馆跟高雄，那这个空间整个规划的算很漂亮很好。我们展出的就是禅柔运动，我们这次是把养生器材跟养生食粮把它结合，所以说你能够养生做器材以外，你还可以吃得健康。主办单位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表示，这次餐点厂商超过100间，展出单位总共有220档。另外，也有真侪外国友邦做伙来参展，和这场展览更加了异国风情。这回总共超过100家厂商，总共是220个摊位，事实上规模是还不错。我们希望，因为今年大家这个生意满满，所以明年会更好，来这个参加会更为踊跃。那第2个特色呢，就是我们这回有包括美国。包括有印尼，包括有德国，包括有南非，还有斯瓦季兰这几个国外的友邦来在这边来展览。我们希望在台南也有异国的风味，给台南的一些民众。除了台南品味周的展览，在隔壁展场还有2022台南国际历史产业展。民众来到这，就当了解台湾各种历史产业资讯。在这个展览中，介绍了绿色产业的一个发展，还有绿能的发展，还有最重要的是绿色的运具，包括全电车，还有包括其他下个世代未来的一个概念，包括氢能或其他的方式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环保产业，就是说怎么样去对于一些生活上或产业上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。然后它怎么样透过循环经济的方式，能够再利用，或是能够干净的这个移除，而不会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和生态系中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地球的保护，还有这块土地的环保，有很大的帮助。除了实体展、研讨会以外，台南国际历史产业展也会公布开办1个月线顶展，民众抢望嘛当线顶看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